台语的艺术水阁好，各种解说你参考，解文说字。鹿港，咱敢若听鹿港镇长咧讲话，咱嘛知影，鹿港人讲话无相共，这民间一句俗语啦，讲话吼，都甲别人都无相共。啊，鹿港腔表示讲一种鹿港人出外的亲切感。论真讲啦，事实真侪所在拢有腔口，毋是干那鹿港有啊。毋过咱在庄，咱袂感觉讲咱有腔口，都爱出外去甲别人比较咯，才知影讲原来台南人讲话就是有腔。鹿港人讲话有鹿港在地的腔，宜兰人嘛有宜兰的腔，尤其宜兰人咧讲酸软，咧讲分书，即个话听着拢感觉真亲切感。所以腔口是相对等的，你毋通讲咱庄头咧讲话拢无腔，人外围的人才有腔。事实吼，逐位互相比较起来拢有腔啦。毋过国政啊，今日要甲你讲的是鹿港几句历史上的俗语，因为头拄啊，咱听着讲鹿港正发展，鹿港早前读册人济。做生意大头路的人，开店的人嘛多，所以有一句俗语讲：笔墨璇上贯穿。这句贯穿，台湾话咧讲是讲真专长，讲或者真贯穿。笔墨璇就是讲，咱毋是读书的，无得做生意的。做生意的人本来就是爱捌算搁捌治。啊，因为鹿港店头多，所以另外嘛有一句俗语话，这句就小可咧拍拉梁，咧讲口说啊。按怎样讲呢？讲由布店入去。啊，按盐管出来，啥做由布店入去按盐管出来？因为永早的布吼咧蒙啊，无像即马讲即个现代布，金骨，较早无论长还是短，咧蒙拢安尼涩啦。所以布店入去就是涩的意思。按盐管出来，规间盐管拢嘛咸的呢。即句话就是咧讲人吼咸搁涩，意思讲较小气。12月天困厝顶。这一句历起来话，讲互煞当生啦。啊，讲到遮，国政我哪想到一条四句联，迄就是咧讲家己的爱人啊，比较别人咸搁涩。第一句讲，人的阿哥咧开店；第二句讲，阮的阿哥咧卖盐。啊，这两句有啥无共？就是讲头路无相共尔。毋过要紧是后壁第三句甲第四句，讲人的阿哥咧开店，阮的阿哥咧卖盐。一边摕钱，一边念，盐管的钱有较咸。这就是咧讲吼，所爱的翁婿，逐摆若要甲摕一个家庭用途，就安尼黏啦，就安尼咸啦。另外，落讲过一句俗语话，我若真值得讲，互大家做参考。讲西窗仔边，假鼓仔赢。即句就是讲，本来好野人囝，到落尾了尾，到落尾愈活愈困难。啊，毋过原来要结歹头，要结孤显赢。孤显赢，咱知影讲伫日本时代。议论纷纷，对伊的批评看法无相共。赞成伊的人认同伊所讲的话，讲咱即款人都爱做太平时代的狗，毋通做乱世的人。反对伊的人，原来用俗语话甲批上，讲高显灵要比甘地，就是印度要对抗英国迄个不合作运动的领袖甘地。高显灵比甘地，就是韩志谦比鱼翅。总讲一句啦，因为立场无相共，所以民间有流传一句俗语，讲你毋是高显灵，我毋是廖添丁啦。大家毋免吵嘴，我是好意要甲你斟，毋是要甲你加啦。啊，讲到这，咱赶紧来看另。